作為暗瘡超人，消滅可惡節節暗瘡怪係我畢生嘅任務。暗瘡超人最終篇，有冇諗過如果改善唔到皮膚，有邊方面係困擾你呢？最困擾都係驚暗瘡呢個問題會跟我一世啦，或者甚至變得再嚴重。但係其實最主要都係因為我心理上可能會 keep 住都唔開心啊。面對暗瘡問題，一般人會試過用咩錯誤方法去改善？就試過做微針、滾輪、針清，但係做完之後反而皮膚底層更加敏感啊，開始啲面頰位就泛紅。咁就試過搽 A 酸，試過搽一啲抗生素、消炎藥膏。 但係呢啲藥膏其實都係治標唔治本咯。受到暗瘡問題嘅困擾，苦主們又有冇因為咁而影響社交或者係生活呢？有時照鏡見到自己皮膚狀況咁差咧，都真係會自卑嘅。咁有時影完啲相都唔敢 upload 翻上 social media 咯。我自己就即係想由根源解決翻個問題咯。面對咁多暗瘡問題，梗係要揾同柏醫療幫手啦。經過專業分析之後，發現 Eric 成塊面有1348個紋理比同齡嘅。至於 Alan 啦，毛孔得11% 係正常，係同年齡當中最差嘅10% 嘅人啊，仲有大量紅印添。而阿 Joe 啦，就有好多冰作型凹凸洞，機齡仲比實際年齡高噃。不過唔使驚，有同柏醫療幫到手，大家一齊聽聽佢哋接受完 treatment 之後有咩感覺。做完呢一次嘅 treatment 之後，我嘅暗瘡問題的確減少咗好多。 好似我凹凸洞嘅問題都變到好平滑啊，毛孔啊、凹凸洞都收翻細好多啦。我而家塊面有翻光澤啦，發炎嗰啲情況都冇之前咁嚴重。可能而家出街咧都會咁望翻人，同埋我會想同啲 friend 影翻多啲相咯。個人終於自信翻晒啦！多謝同柏醫療令我重新愛上自己嘅皮膚。如果你都有關於暗瘡嘅煩惱，不妨嚟呢度試下暗瘡終點站療程啦。 大家睇下個 before and after 啦，今次真係成功大變身啊！全靠同柏醫療獨有 Anibuster 暗瘡終點站療程嘅治療，幫佢哋重拾自信。如果你都想同柏醫療幫你，下面留言我想大變身啊！冇晒千年暗瘡，變翻白雪雪、滑捋捋，多謝你啊，暗瘡超人！